看到呢山洞喺度上到熱嘅福音，使徒行傳4第12節人講到，在天下呢啲世間呢啲冇一隻名號本自家得救，除了耶穌基督嘅名號本自家得救。但係呢，因為耶穌基督上帝坐呢天地嘅嚟到世間，嚟死在十字架，擔人民嘅罪，係嚟撒相信嘅撒。叫啊！嘛咁樣嘅傳呢福音本隆重言堂，嚟撒相信耶穌基督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因為是世間呢啲天下呢啲世，冇一隻名號不是個得救，除了耶穌基督嘅名。但係耶穌基督呢，因為上帝嚟到世間出世，按照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，啊，擔人民嘅罪，嚟撒相信嘅撒得到永久嘅生命，世間呢啲一得到嘅平安，但日後摸出世間呢？